信都冇咩人會唔知㗎啦。過度攝取鈉唔單止會令到血壓升高，仲會靜靜雞咁偷走埋你嘅健康添。但今日要介紹嘅就係一款日本傳奇嘅天然調味料鹽谷啦。呢一瓶睇落平平無奇嘅糊狀米漿，唔單止令到啲嘢食更嫩、更鮮甜美味，仲有機會減鈉添，甚至仲可以幫助消化，同延緩衰老咁話喎。你可能會問，鹽谷到底係啲咩嚟㗎？真係會比鹽更健康過咩？會唔會只係啲噱頭嘢嚟㗎咋？先唔好心急住，今集節目我哋就會一齊去拆解鹽谷嘅營養價值、減鈉原理同埋佢嘅用法小技巧㗎。影片最後仲有啲鹽谷美食配搭添，希望可以俾到啲料理製作嘅靈感大家個喎，所以一定要睇到尾啦。開始之前，請大家先幫我點讚、訂閱同埋分享俾你嗰啲對天然調味料都好有興趣嘅朋友仔睇喎。完成咗，我哋就即刻去探索鹽谷呢瓶令食物升級嘅健康魔法調味料啦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營養快訊，我係 YY， 係你追求身心靈健康嘅一個同行者。過去15年，從協助學術研究、企業培訓到社區諮詢及運動健體推廣，我嘅工作只有一個核心，就係幫人揾翻身心靈健康。一句講晒，最緊要快樂，活在當下，享受人生。其中一大元素必定離唔開嘅就係講飲講食。喺呢個系列，我會用最快嘅時間同你分享一個最實用嘅營養資訊，唔講咁多廢話啦，即刻去片。首先，我哋嚟認識下咩係鹽谷啦。鹽谷係由米谷、鹽同水經過發酵而成嘅天然調味料嚟㗎，起源自日本嘅。嗱，千祈唔好睇小呢根調味料啊！佢其實係一座活生生嘅酵素工廠嚟㗎。響發酵嘅過程入面，米谷菌會分泌多種關鍵酵素，包括蛋白酶同澱粉酶咁。而呢啲酵素呢，可以將食材裏面嘅蛋白質分解成氨基酸，將澱粉分解成糖分，等啲肉質變嫩，味道變得更鮮甜㗎。仲有鹽谷含有益生菌代謝產物同伽馬氨基丁酸，所以亦都有助調節腸道菌群平衡同幫助消化吸收㗎。而且響發酵嘅過程入面，仲會生成好多營養微量元素、礦物質同維他命添。好似維他命 B 集咁，特別係 B2同 B6，呢啲營養素係能量代謝嘅重要輔酶嚟㗎，有助減少疲勞同支持身體代謝功能個喎。而多酚同黃酮類化合物就有抗氧化同抗炎嘅潛力啦。所以話呢，佢同單純嘅食鹽唔同嘅地方就係，鹽谷除咗鹹味之外，仲提供埋微量營養價值俾我哋㗎。而亦都因為佢本身帶有天然嘅鮮味，所以響烹調嗰時可以減少額外加鹽嘅需要。咁咪可以達到減鈉不減味嘅效果咯，甚至有人話佢嘅味道層次仲更加豐富添啊！係唔係好心急想知點用最好呢？你知道嗎？只要1小匙羹嘅鹽谷就可以同時做到軟化、去腥同提鮮㗎啦，用嚟醃製肉類認真一流啦。好似雞胸、豬扒、牛扒咁，用量大約係肉嘅5%左右，冷藏醃製30分鐘到1晚，肉質就會變得嫩滑多汁㗎啦。而如果響啲魚或蝦上面抹薄薄一層鹽谷，放10分鐘後沖洗，就可以分解三甲胺，呢啲係腥味嘅來源嚟嘅，同時仲可以保留鮮味添。講到提鮮，響炒菜起鑊前落半匙羹，或者用青瓜、蘿蔔切片醃製15分鐘，涼拌嚟整成天然開胃嘅前菜。鹽谷裏面嘅谷氨酸同蔬菜入面嘅天門冬氨酸會產生鮮味協同效應，味道更清爽鮮甜㗎。跟住仲有3大鹽谷嘅使用法則，可以俾大家參考下嘅。法則1，首先睇下我哋聰明取代鹽同豉油嘅替代方程式啦，即係原本用1茶匙嘅鹽，可以改為用2茶匙嘅鹽谷。咁鈉含量可降低超過1半之餘，味道層次仲更豐富、更圓潤，唔會死鹹添。法則2，一定要留意火候嘅控制。鹽谷含有發酵產生嘅糖分，煎焗烤製嘅時候極容易焦化。如果唔想咁容易燶，建議火候就要比平時稍微較細啲，或者落鑊之前稍微抹去表面嗰啲米粒會好啲㗎。最後仲有法則3，配搭高鮮味嘅食材，令鮮味疊加。好似冬菇、番茄、海帶、紫菜呢啲食材，同鹽谷一齊嚟用，就可以產生協同效果，達到減鹽不減味嘅最高境界㗎啦。所以話呢，鹽谷唔係普通嘅鹽，而係可以令食材發光嘅調味魔法咯。用少少就可以放大食物嘅自然風味，尤其係越簡單嘅料理，就越可以食出鹽谷嘅厲害㗎啦。最後，我哋再嚟睇下啲鹽谷料理嘅好選擇啦。前菜除咗有啱啱提過嘅涼拌青瓜同蘿蔔之外，仲有鹽谷拌豆腐咁咯。而主菜就可以用啲鹽谷嚟醃雞胸、
跟住切片拎嚟炒茄子，或者用鹽焗醃三文魚，醃完先再煎，又或者用啲南瓜嚟炆煮三文魚都得，咁樣可以鎖住三文魚啲奧米加3添，真係唔錯噶。主食呢，可以用鹽焗炒個飯，少油少鈉，而鮮味仲可以提升埋添噶。點都好，記住3件事：少量用，先醃製，替代鹽。用啱嘅方法，一羹鹽焗就可以令到成碟餸菜更鮮嫩、更美味、更健康噶啦。講到鹽焗好似萬能調味料咁喎，冇錯嘅，可以提鮮又健康啲，但係都唔係人人啱個喎，亦都唔代表可以冇節制咁食咯。我哋而家就嚟睇下有啲乜嘢享用果時要注意噶啦。首先必須要留意嘅係，雖然鹽焗嘅鈉含量確實係比食鹽低啲嘅，但每克仍然含有大約0.3克鈉噶，所以高血壓同腎臟病嘅患者需要更嚴格控制份量咯。如果已經用咗鹽焗嘅話，就應該大幅度減少用醬油同鹽呢啲高鈉嘅調味料啦，避免總鈉量超標嘛。而鹽焗呢，佢嘅精華就響啲活性酵素同益生菌度，一旦溫度超過咗60至70度，酵素就會冇晒啲活性，所以都建議用低溫嚟醃製，或者響啲餸菜煮好咗之後熄火，然後再拌入啲鹽焗，咁就可以保留最大嘅營養價值啦。仲有啲食材都係唔建議配搭鹽焗一齊嚟用嘅。例如鹽焗容易破壞葉綠素，會令到啲蔬菜變色，所以唔建議用響啲綠葉蔬菜度咯。其他嘅好似有會降低酵素活性嘅鹼性食物，同本身鈉含量已經好高嘅高度加工食品咁，都唔係好適合同鹽焗一齊用咯。而如果你睇到鹽焗表面出現咗啲黑點或綠點呢，就代表啲鹽焗已經受到細菌污染，發咗毛，成樽唔要得，絕對唔可以食噶啦。所以用果時都要留意用支乾淨同乾嘅匙羹嚟滗，避免水分同啲細菌入咗去啊。另外，有部分人食用嘅時候都要特別留意噶，好似腎病患者咁，鹽焗雖然鈉比較低，但仍然係含有鈉同鉀嘅。而孕婦、免疫力較低嘅人士同小朋友都要控制個食用份量，避免過多酵素影響消化啊。而過敏體質同埋腸胃好容易過敏嘅朋友呢，購買相關產品果時都要睇清楚個營養標籤同啲成分啊。而要注意嘅係，過量食用發酵嘅嘢，有可能因為啲生物胺而導致腸道不適同埋腹脹咯。所以都建議每日控制食1至2匙羹就好啦。而儲存方面，冷藏就好關鍵啦。鹽焗係活性嘅發酵品，室溫下會持續發酵，導致變酸或變質噶。同埋要留意自製或者開封咗之後嘅鹽焗，都建議1個月之內就最好用晒佢咯。最後講到揀選嘅原則，就梗係買啲無添加糖分、冇防腐劑嘅純正產品就最好啦。如果你所住嘅區域買唔到鹽焗，又或者想嘗試唔同風味嘅話，其實都仲有啲天然提鮮嘅選擇俾大家參考下嘅。首先就有昆布或者菇菌製成嘅高湯，佢哋含有豐富天然嘅谷氨酸，都一樣有效減鹽噶。跟住仲有味淋，佢係發酵米酒嘅調味嚟嘅，甜中帶鮮。至於發酵過嘅黑蒜醬呢，都係唔錯嘅選擇，佢濃郁鮮味，而且仲抗氧化添。最後仲有我哋傳統嘅經典配搭檸檬同橄欖油，雖然佢哋冇發酵成分，但酸度都一樣可以提升食材原味，達至無鹽提鮮嘅效果噶。最後，想知睇緊影片嘅你有冇用過鹽焗嘅呢？有嘅話，都好希望你可以響留言區分享下你嘅私房食譜喎。嗱，無論你哋有冇用過，我都想知大家對鹽焗嘅睇法噶。快啲嚟幫手投個票，等我了解下啦。你第一個印象，直覺覺得鹽焗係點噶？嘿，曾經用過鹽焗比普通食鹽健康好多，可以放心隨便用。必未用過，但想試下，覺得鹽焗應該比食鹽好一啲。C 中立，可試可唔試，覺得就算用都要就住個份量咯。定係啲完全冇打算試，太難預見，而且始終都係含鈉嘅，覺得分別唔大。好，投完票唔好走住啊！快啲玩埋我哋嘅互動小遊戲啦！今日嘅互動環節就係想俾大家估下鹽焗嘅好兄弟，睇下你估唔估到係邊個啦。如果你買唔到鹽焗，又或者你想轉換下口味，你估唔估到有邊種食材同鹽焗一樣，含有豐富嘅蛋白酶，可以好天然咁令到啲肉類保持鮮嫩多汁嘅呢？1. 醬油焗， 2. 味噌， 3. 鳳梨心。估咗就快啲將你嘅選擇打響留言區啦，答案亦都會稍後響留言區公布噶。最後同大家總結下今日嘅重點啦，鹽焗可以幫助減鹽、嫩化肉質同提升鮮味，但都要記住呢3大守則噶喎。第一，唔能夠高溫使用，避免破壞珍貴嘅酵素嘛。第二，唔可以毫無節制咁用，
鹽谷雖然係好嘢嚟嘅，但適量先至係關鍵咯。將佢視為取代食鹽提鮮嘅好助手，而唔係保健嘅魔法啊。第二，千祈唔好忽略衛生，注意冷藏同保存期限係超級重要噶。記住，鹽谷可以係更好嘅調味選擇，但適量、正確咁用，先會俾到你真正嘅健康咯。如果你喺增肌減脂控重嘅路上，仲有壓力同困惑嘅話，不妨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我會陪住你一齊去破解。如果呢條影片對你有幫助，請記得幫我點讚、分享埋俾朋友，並且訂閱我嘅頻道，先至唔會錯過最新嘅營養快訊㗎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下次見。